新闻一开始，咱今日关心今日是24节气的大寒，因为锋面通过，东北季风增强，下晡开始各地头落雨的机会拢增加。一若明仔载寒流到位，气象署是提醒讲，上低温会出现伫后礼拜2的半暝啊到后礼拜3的透早，低温敢若7度，沿海较快所在低温敢若5度尔。中部以北关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落雪。透早民众出门会当看到出日，不过这好天气就要好好把握，因为20拜六礼拜锋面通过开始变天，各地落雨的机会增加。而且今年头一波寒流会伫21礼拜到位，一路会降到后礼拜4、25。气象署预估，这波寒流上悬的时间点会伫23半暝到24的透早，都会区的气温恐惊降到7度，沿海较空旷的所在会降到5度。这一波寒流温度最低的时候，预估呢？在台南以北还有花东，最低温度可以下降到只有7到9度左右。气象专家嘛表示，这波寒流因为温度甲水汽的条件有够，中部以北海拔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，北部甲宜兰1500公尺以上的关山，包括太平山、拉拉山、合欢山等等，落雪机会大。那台北市阳明山、七星山，因为海拔敢若有1000多公尺，是有机会出现冰山。阳明山这个地方。不排除它可能是雨夹雪或者是冰线的状况，可能会有一点点机会。气象署提醒，后礼拜1暗时到后礼拜4的透早，全台湾会有连续60点钟的低温。台南以北、宜兰甲花莲温度是伫7度至9度，高屏地区是9度至12度，是属于极度湿凉冷的天气。提醒民众都要穿好少，若是要驶车去山顶看雪，都要准备雪链，避免发生危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